家好，相信有看过也考场样片嘅朋友，有幾多人係喺公家機關服務嘅，以下我哋傾下來學習接上會用到嘅公務行義哦。首先，讓我們學習見面時的常用稱謂與問候。好，在稱謂的部分呢，我們大概可以分為男性、女性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依據男性跟女性的部分來教導。好，如果說伯父，客家話就會阿伯。那阿伯的太太呢，我們就稱為伯妹。好，那如果叔叔，客家話怎麼說呢？阿叔。好，那叔叔的太太呢？叔妹。好，接下來如果稍微比較年長一點的哥哥，男生我們就稱為阿哥。那女生呢，就稱為阿姐。好，那北部的客家話呢，是說阿姊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要介紹一個特別的詞彙。當我們在公家機關服務的時候呢，可能前來辦公的民眾呢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我們不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，我們都可以尊稱他為老闆。那客家話的老闆怎麼說呢？就是頭家，頭家。所以這個頭家，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通用的哦。好，接下來的問候語的部分呢？好，我們有4個問候語的部分。第一個早安，安早，安早。吃飽了嗎？吃飽了沒？吃飽了沒？吃午餐了沒？吃豬了沒？吃豬了沒？您好，好，好。剛剛學了稱謂與問候以後呢，那如果這兩個組合起來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句型呢？好，我們來舉4個例子。第一個，阿爸吃飽了沒？伯父吃飽了嗎？阿爸吃飽了沒？第二個，阿哥安早，阿哥安早，哥哥早安。好，第3個呢？伯妹好，伯母您好，伯妹好。第4個，阿姐吃豬了沒？姐姐吃午餐了嗎？阿姐吃豬了沒？好，那在一開始見面的時候的問候之後呢，那等我們幫民眾辦好事情，我們也可以表現出我們對他的禮貌與關心。那當我們講辦好了，在這個3個字之後，我們還可以加上什麼呢？好，我們現在有4個例子可以讓您加在辦好了之後。第一個，啷來了，啷來了，這個在我們客家語的通用的解釋呢，是再見的意思。那實際上呢，它可以說歡迎您再過來玩。好，所以我們啷來了就表示再見。好，聽一個順行，順行，這個順行呢，代表的是慢走，您慢慢的走。好，第3個呢，愛生意哦，愛生意哦。好，這華語是要小心哦。第4個呢，愛注意安全哦，愛注意安全哦。這個句話的意思呢，是要注意安全哦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那在學了這4個詞彙之後呢，那我們來學一個完整的送客的句子。好，第一個，盼好嘞，啷來了，盼好嘞，啷來了。好，第2個句子呢，盼好嘞，順行，盼好嘞，順行。第3個句子，盼好嘞，愛生意哦，盼好嘞，愛生意哦。好，這時候可能是什麼？例如說長輩站起來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第4個呢，盼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，盼好嘞，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這個也是哦。也許你看長輩準備要騎車回家了，你可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好，以上如果你學會了今天的句子，在辦公時呢，你可以對民眾講這些簡單的基本的客語的問候以及送客的句子。
我想那些客家人就会觉得，龟表，好不好？你很棒的意思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继续可以试着听听看，多学习